主后2026年5月2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无办法中的办法是无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路得记》第3章第1节到18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路得记》第3章。路得的大家拿米甲伊讲：查某囝，我应该为着你找一个好的归宿，互你有家己的家。你会记得无？甲你做伙做工，遐个女工的头家波阿斯是咱的亲情。我甲你讲，今暝伊会伫五谷场摆大马。你着洗身躯，抹香油，穿水衫，然后落去五谷场。毋过，迄个人食饱啉煞以前，毋通互伊认得。伊倒落去困的时，着看清楚伊倒的所在，然后活去，掀开伊坎骹的外袍，倒伫伊身边，伊会甲你讲你着做的事。路得应伊讲：你甲我讲的，我拢会去做。伊就落去五谷场，照大家所吩咐的一切去做。波阿斯食饱啉煞，感觉真爽快，就去倒伫麦堆边。路得就踮骹去，掀开伊坎骹的外袍，倒伫伊的身边。半暝，波阿斯翻身，看到一个查某人倒伫骹边，就惊。伊问讲：你是啥人？伊应讲：我是你的女婢路得，请你用外衫来盖你的女婢，庇荫我，因为你是阮的至亲，有义务延续阮的世系。伊讲：查某囝，愿你得到上主的祝福。你现在所表现的忠诚，比以前搁较大。无论善车也是好野的少年人，你拢无甲因行。呾我的查某囝，免烦恼，你所讲的我拢会替你做，因为全城的人拢知你是好德行的查某人。我确实是你的至亲，有义务延续你的世系。毋过有一个比我甲恁搁较亲。今暝你留踮遮，等天光。伊若要对你尽义务，真好，互伊尽；伊若毋，我去应我的上主咒詛，我一定会尽义务。你踮遮困到天光。路得就伫伊的骹边困，到天曝光。伫人面枵认袂清楚以前，路得就起来，因为波阿斯有讲。毋通互人知有查某人来五谷场。波阿斯讲：甲你的披肩摕来，天复开，伊就天开。波阿斯让约20公斤的大马放伫路得的肩头顶，伊就入城。路得来到伊的大家遐，拿俄米问伊讲：查某囝，代志啥款？路得就将迄个人对伊所做一切拢甲伊讲。路得讲：迄个人甲我讲，你毋通空手转去恁大家遐，伊有互我这20公斤大马。拿俄米就讲：查某囝，等看代志安怎发展。今仔日代志若无办好势，迄个人一定袂安心。无办法中的办法是无？保证有时，修成也有时。路得靠残年的未遂过生活，简单会当解决燃眉之急，毋是
长久之计。纳俄米一直想要替罗德找好归宿，伊发现波阿斯对罗德有好感，所以计划一场美人计，要求罗德趁波阿斯带着酒意得困的时，偷偷挖棍，主动献身。既然波阿斯有法律上的义务为纳俄米赎回丈夫的产业，搁带罗德留落亡者的名，为甚物纳俄米毋直接找伊讲咧？有可能纳俄米考虑罗德是摩押人，波阿斯会婉拒，过去互伊青米煮熟饭，增加筹码了，搁再谈亲事。或者纳俄米惊受拒绝，丧失仅存的尊严，所以派罗德主动献身，要掠条波阿斯。罗德知影大家的想法，照伊的计划倒踮波阿斯身躯边。趣味的是，当波阿斯惊醒的时，伊随时讲：“因你是阮的至亲，有义务延续阮的世系。”这表示罗德毋是来找求一夜情，反倒是希望受保护和照顾，希望波阿斯善尽亲属的义务。因为安尼，波阿斯称赞罗德是忠诚搁贤惠的女子，愿意为伊利米勒和纳俄米牺牲家己美好的未来。不过，波阿斯也甲伊讲，这件事也有一个阻碍爱先处理，就是也有一位败事伫伊搁较头前的亲属，必须宣告放弃买回土地，伊才会当顺理成章照顾因。为着表示诚意和决心，波阿斯予罗德大约20公斤的大马带转去，一来予伊装作透早出来工作的女工，正常远访五谷场；二来这也是礼物，向纳俄米传达一个信息：我愿意认真照顾恁。这份大礼安慰纳俄米的心，因为伊捌控诉上帝予伊空手倒转来故乡。现在这份礼物象征伊无搁再一无所有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纳俄米提出的美人计明显打点道德的红线，因为对伊来讲，这是无法度中间的办法。因两个丧夫的妇女正面对生存危机，若是迄位上应该尽义务的亲情，哪像一直假做无伊的代志，伊简单会当出处下策。感谢上帝，这个错误的做法行动，伫罗德的智慧甲波阿斯的正直下面，重新回到正轨。波阿斯决定依照正当程序提出赎回伊利米勒家产甲迎娶罗德的申请。只要无人阻挡，因大家新妇的未来就无需要忧虑。伫这背后是上帝拯救的行动，透过正直、负责任、坚守律法原则的波阿斯，帮助受过去的失败经验甲贫困的现况惹迫心灵的纳俄米，予伊重新感受到盼望。这就亲像某一寡人伫失去自信的状况下，拄着复杂的困难，就想要靠家己解决问题，就跋生死，总是经文却提醒咱，若照合情合理佮合法的程序，上帝必然照着各种方式解决咱的难题。默想，当危急、尊严或是利益的问题发生的时，我还可能保持正直无？当危急、尊严也是利益的问题发生的时，我还可能保持正直无？
咱来祈祷，全能伟大的主上帝，我唯一上赞的是你，因为你的拯救会当照着各种方式展现伫我的生命中。恳求主帮助我脱离试探，专心仰赖你全能的拯救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祝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